锁骨坐在脚后跟，手在向前，肩陆膀向后收。陆父，过年了，你跟妈妈带点板栗回来好吗？别忘了拿夹子哦。每个早晨7点半就自然醒，风铃响起，又是一天，云很轻。晒好的衣服，味道很安心，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。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。不应该